空心元5回，武侯遇辅锦囊计，魏主拆取成鹿盘。却说杨仪闻报前路有兵拦截，忙令人哨探，回报说魏延稍决战道，引兵拦路。一大惊曰：丞相在日，料此人久后必返，谁想今日果然如此。今断无归路，当复如何？费辉曰：此人必先投奏天子，吾等造反，故稍决战道，阻遏归路。吾等亦当表奏闻天子，臣魏延反秦，当后图之。姜维曰：此间有一小径，名茶山，虽崎岖险峻，可以超出栈道之后。一面写表秦闻天子，一面将人马往茶山小路进发。且说后主在成都，寝食不安，动止不宁。后做一梦，梦见成都锦屏山崩倒，遂惊觉，坐而待旦，聚集文武入朝圆梦。乔州曰：臣昨夜仰观天文，见一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落于西南，主丞相有大凶之事。今陛下梦山崩，正应此兆。后主欲加惊怖，忽报李福到，后主即召入问之。福顿首泣奏丞相已亡，将丞相临终言语细述一遍。后主闻言大哭曰：天丧我也！哭倒于龙床之上。侍臣扶入后宫，吴太后闻之，亦放声大哭不已。多官无不哀痛，百姓人人涕泣。后主连日伤感，不能摄朝。忽报魏延表奏杨仪造反，群臣大骇，入宫启奏后主。时吴太后亦在宫中。后主闻奏大惊，命近臣读魏延表。其略曰：征西大将军南郑侯陈魏延，诚惶诚恐，顿首上言：杨仪自总兵权，虑众造反，结丞相灵柩，欲引敌人入境。臣先稍决战道，以兵守御。仅此奏文。读毕，后主曰：魏延乃勇将，足可拒杨仪等众，何故稍决战道？吴太后曰：常闻先帝有言，孔明是魏延脑后有反骨，每欲斩之。因怜其勇，故孤留用。今比奏杨仪等造反，未可轻信。杨仪乃文人，丞相委以长史之任，必其人可用。今其人可用，今日若听此一面之词，杨仪等必投魏矣。此事当深虑远议，不可造次。众管官正商议间，忽报长史杨仪有紧急表到。近臣差表读曰：长史虽军将军陈杨仪，诚惶诚恐，顿首谨表丞相临终，将大事委于臣，照依旧制，不敢变更，使魏延断后，将为次之。今魏延不遵丞相遗语，自提本部人马，先入汉中，放火烧断栈道，劫丞相灵车，谋为不轨。便起仓卒，仅非章奏文。太后听毕，问卿等所见若何？蒋琬奏曰：以臣愚见，杨仪为人虽秉性过急，不能容物，至于筹度粮草，参赞军机，与丞相办事多时，今丞相临终，唯以大事，绝非背反之人。魏延平日是公务高，人皆下之，宜独不假借，言心怀恨。今见以总兵，心中不服，故稍栈道，断其归路，又诬奏而图陷害。臣愿将全家良贱，保杨仪不反，实不敢保魏延。董允亦奏曰：魏延自恃功高，常有不平之心，口出怨言。相所以不及反者，惧丞相耳。今丞相兴亡，趁机为乱，是所必然。若杨仪才干敏达，为丞相所任用，必不悲反。后主曰：若魏延果反，当用何策御之？蒋琬曰：丞相素以此人，必有一计授予杨仪。若于无事，安能退入谷口乎？言必中计矣。陛下宽心。不多时，魏延又表至，告称杨仪反了。正览表之间，杨仪又表到，奏称魏延被反。二人居连据表，各陈是非。忽报费辉到，后主召入，辉细奏魏延反秦。后主曰：若如此，且令董允驾节事劝，用好言抚慰。允奉诏而去。却说魏延稍断栈道，屯兵南谷，把住隘口，自以为的计。不想杨仪
姜维星夜引兵超到南谷之后，以恐汉中有失，令先锋和平引3000兵先行，仪同姜维等引兵扶救望汉中而来。且说和平引兵进到南谷之后，擂鼓呐喊，哨马飞报魏延，说杨仪令先锋和平引兵自茶山小路抄来末战。延大怒，即披挂上马，提刀引兵来迎。与阵队员和平出马大骂曰：反贼魏延安在？延亦骂曰：汝助杨仪造反，何敢骂我？平斥曰：丞相兴亡，骨肉未寒，汝焉敢造反？乃扬鞭指川兵曰：汝等军士皆是西川之人，川中多有父母妻子，兄弟亲朋。丞相在日不曾薄待汝等，今不可助反贼，宜各回家乡，听候赏赐。众军闻言，大喊一声，散去大半。延大怒，挥刀纵马，直取和平。平挺枪来应迎，战不数合，平诈败而走，延随后赶来。众军弓弩齐发，延拨马而回。见众军纷纷溃散，延转怒，拍马赶上，杀了数人。却止遏不住，只有马岱所领300人不动。延谓岱曰：公真心助我，事成之后绝不相负。遂与马岱追杀和平，平引兵飞走而去。魏延收据残军，与马岱商议曰：我等投魏若何？岱曰：将军之言不至甚也，大丈夫何不自图霸业，乃轻屈膝于人耶？吾观将军智勇足备，两川之势，谁敢抵敌？吾视同将军先取汉中，随后进攻两川。延大喜，遂同马岱引兵直取南郑。姜维在南郑城上见魏延、马岱耀武扬威，蜂拥而来。维即令拽起吊桥，延、岱二人大叫早降。姜维令人请杨仪商议曰：魏延勇猛，更兼马岱相助，虽然军少，何计退之？仪曰：丞相临终，一意锦囊，主曰：若魏延造反，临城对敌之时，方可开差，便有斩魏延之计。今当取出一看。遂出锦囊拆封看时，题曰：待与魏延对敌，马上方许拆开。为大喜曰：既丞相有戒曰，常时可收职。吾先引兵出城，列为阵势，攻可便来。姜维披挂上马，绰枪在手，引3000军开了城门，一齐冲出，鼓声大震，列成阵势。维挺枪立马于门旗之下，高声大骂曰：反贼魏延！丞相不曾亏辱，今日如何背反？延横刀勒马而言曰：伯约不干你事。只叫杨仪来。仪在门旗营里拆开锦囊视之，如此如此。仪大喜，轻骑而出，立马阵前，手指魏延而笑曰：丞相在日知汝久后必反，教我提备，今果应其言。如敢在马上连叫3声，谁敢杀我，便是真大丈夫。吾就献汉中城池于汝。延大笑曰：杨仪匹夫听着，若孔明在日，吾上惧他3分。他今已亡，天下谁敢敌我？修道连叫3声，便叫3万声，亦有何难？遂提刀按辔，于马上大叫曰：谁敢杀我？一声未毕，脑后一人厉声而应曰：吾敢杀你。手起刀落，斩魏延于马下。众皆骇然。斩魏延者，乃马岱也。原来孔明临终之时，授马岱以秘计，只待魏延喊叫时，便出其不意斩之。当日杨仪独霸锦囊计策，已知伏下马岱在彼，故依计而行，果然杀了魏延。后人有诗曰：诸葛先机是魏延，已知日后反西川。锦囊一计人难料，却见成功在马前。却说董允未及到南郑，马岱已杀了魏延，与姜维合兵一处。杨仪据表星夜奏闻后主，后主降旨曰：既已明正其罪，仍念前功，赐棺椁葬之。杨仪等扶孔明灵柩到成都，后主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20里迎接。后主放声大哭，上至公卿大夫，下及山林百姓，
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地。后主命符救入城，停于丞相府中。其子诸葛瞻守孝居丧。后主还朝杨仪自传请罪。后主令近臣去其传曰：若非卿能依丞相一教，灵柩何日得归？魏延如何得灭？大事保全，皆卿之力也。遂加杨仪为中军师。马岱有讨逆之功，即以魏延之决绝之。宜丞相孔明以表。后主览毕，大哭，降旨补地安葬。费辉奏曰：丞相临终，命葬于定军山，不用强援砖石，亦不用一切祭物。后主从之，则本年10月吉日，后主自送灵柩至定军山安葬。后主降诏致祭，谥号忠武侯，另建庙于沔阳，40享祭。后杜工部有诗曰：丞相祠堂何处寻？锦官城外柏森森。应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三顾平凡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又杜工部诗曰：诸葛大名垂宇宙，宗臣一向素清高。三分割据于筹策，万古云霄一羽毛。伯仲之间见一缕，指挥若定失萧曹。运遗憾作终难复，志决身兼军务劳。却说后主回到成都，忽近臣奏曰：边庭报来，东吴令权纵引兵数万，屯于巴丘界口，未知何意。后主惊曰：丞相兴亡，东吴复蒙亲戒，如之奈何？蒋琬奏曰：臣敢保王平，张仪引兵数万屯于永安，以防不测。陛下再命一人去东吴报丧，以探其动静。后主曰：须得一舌辩之事为始。一人应声而出曰：为臣愿往。众视之，乃南阳安众人，姓宗，名玉，字德彦，官任参军右中郎将。后主大喜，即命宗玉往东吴报丧，兼探虚实。宗玉领命，进到金陵，入见吴主孙权。礼毕，只见左右人皆着素衣。权作色而言曰：吾属以为一家，亲主何故而增白帝之首也？欲曰：臣以为东夷巴丘之术，西增白帝之首，皆是事宜然，俱不足以相问也。权笑曰：卿不亚于邓之。乃谓宗玉曰：朕闻诸葛丞相归天，每日流涕，令官僚尽皆挂孝。朕恐为人丞丧取属，故增巴丘守兵万人，以为救援，别无他意也。欲顿首拜谢。权曰：朕既许以同盟，安有背义之理？欲曰：天子因丞相兴亡，特命臣来报丧。权遂取经披荐一记着之，设誓曰：朕若负前盟，子孙绝灭。又命使击香帛奠仪，入川致祭。宗玉拜辞吴主，同吴使还成都，入见后主，奏曰：吴主因丞相兴亡，亦自流涕，令群臣皆挂孝。其一兵巴丘者，恐为人乘虚而入，别无一心。今折见为事，并不悲蒙。后主大喜，重赏宗玉，后代吴使去气。遂依孔明遗言，加蒋琬为丞相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加费辉为尚书令、统理丞相事，加吴懿为车骑将军、驾节都汉中，姜维为辅汉将军、平乡侯，总督诸楚人马，同吴懿出屯汉中，以防卫兵。其余将校各依旧职。杨仪自以为年宦先于蒋琬，而未出晚下，且自恃功高，未有重赏，口出怨言，谓费辉曰：昔日丞相出亡，吾若将全师投魏，宁当即莫如此耶？费辉乃将此言具表密奏后主。后主大怒，命将杨仪下狱勘问，欲斩之。蒋琬奏曰：仪虽有罪，但日前随丞相多立功劳，未可斩也，当废为庶人。后主从之，遂贬杨仪赴汉中嘉郡为民。仪羞惭自刎而死。蜀汉建兴13年，魏主曹睿青龙3夫，吴主孙权嘉禾4年，三国各部兴兵。单说魏主封司马懿为太尉、总督军马、安镇诸边。懿拜谢回洛阳去气。
魏主在许昌大兴土木，建盖官殿，又于洛阳造昭阳殿、太极殿，筑总章官，巨高10丈。又立崇华殿、清霄阁、凤凰楼、九龙池，命博士马君监造，极其华丽，雕梁华栋，壁瓦金砖，光辉耀日。选天下巧匠3万余人，民夫30余万，不分昼夜而造。民力疲困，怨声不绝。日又降植其土木于方陵园，使公卿皆覆土树木于其中。司徒董询上表切谏曰：夫自建安以来，野战死亡，或门单户尽。虽有存者，遗孤老弱，若今宫室狭小，欲广大之，犹宜随时，不妨浓雾，况作无益之物乎？陛下既尊群臣，咸以冠冕，备以文绣，载以华腴，所以异于小人也。今又使复木丹土，沾体涂足，毁国之光，以崇无益，其无谓也。孔子云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无忠无礼，国何以立？臣之言出必死，而自比于牛之一毛，生既无益，死亦无损。秉笔流涕，心与誓辞。臣有8子，臣死之后，累陛下矣。不生战力待命之志。瑞兰表怒曰：董询不怕死耶？左右奏请斩之。瑞曰：此人素有忠义，今且废为庶人。再有妄言者必斩。时有太子舍人张茂，字彦才，亦上表切谏，瑞命斩之。即日召马君问曰：朕见高台郡阁，欲与神仙往来，以求长生不老之方。君奏曰：汉朝24帝，唯武帝享国最久，寿算极高，盖因服天上日精月华之气，也常于长安宫中建博良台。台上立一铜人，手捧一盘，名曰承露盘，皆3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，其名曰天江，又日甘露。取此水用美玉为泻，调和服之，可以返老还童。吕大喜曰：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长安，差取铜人，移至方陵园中。君领命，引1万人至长安，命周围搭起木架，上博良台去。不一时间，5000人连绳引索，旋环而上。那博良台高20丈，铜柱圆10围。马君教先拆铜人，多人并力拆下铜人来，只见铜人眼中潸然泪下，众皆大惊。忽然台边一阵狂风起处，飞沙走石，急若骤雨，一声响亮，就如天崩地裂，台倾柱倒，压死1000余人。君取铜人及金盘回洛阳，入见魏主，献上铜人，承露盘。魏主问曰：铜柱安在？君奏曰：铸重100万斤，不能运至。律令将铜柱打碎，运来洛阳，铸成2个铜人，号为翁仲列于司马门外。又铸铜龙凤2个，龙高4丈，凤高3丈余，一立在殿前。又于上林苑中种其花异木，蓄养珍禽怪兽。少传杨父上表谏曰：臣闻尧上茅茨而万国安居，禹卑公室而天下乐业。及至殷周，或唐崇3尺，度以9言耳。古之圣帝明王，未有以公室高丽，以凋敝百姓之财力者也。节作玄氏相郎，纣为清宫露台治丧社稷。楚灵以助张华而深受其祸。秦始皇作阿房宫而殃及其子，天下背叛，2世而灭。夫不度万民之力，以从耳目之欲，未有不亡者也。陛下当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为法，以桀、纣、秦、楚为成，而乃自侠自义，为公室世事，必有为王之祸矣。君作元首，臣为股肱，存亡一体，得失同之。臣虽奴却，敢妄争臣之意，言不切志，不足以感陛下，仅扣棺沐浴，伏后重诛。表上锐不省，只催督马军建造高台，安置铜人，承露盘。又降直广选天下美女，入方陵园中。众官纷纷上表谏争，睿拒不听。却说曹睿之后毛氏，乃河内人也。先年睿为平原王时，最相恩爱，及其帝位，立为后。后睿因宠郭夫人，毛后失宠，
郭夫人美而惠，瑞甚避之，每日取乐，月余不出宫榻。是岁春3月，方陵园中百花争放，瑞同郭夫人到园中赏玩饮酒。郭夫人曰：何不请皇后同乐？瑞曰：若比在朕涓滴，不能下咽也。遂传谕宫娥，不许令毛后知道。毛后见瑞月余不入正宫，是日饮食于宫人，来翠花楼上消夷，只听得乐声嘹亮，乃问曰：何处奏乐？一公关起曰：乃圣上与郭夫人于御花园中赏花饮酒。毛后闻之，心中烦恼，回宫安歇。次日，毛后乘小车出宫游玩，正迎见瑞于曲廊之间，乃笑日陛下左有北园，其乐不浅也。瑞大怒，即令秦昨日侍奉诸人道，是曰：左有北园，朕竟左右不许使毛后知道，何得又宣怒？喝令公关将诸侍奉人尽斩之。毛后大惊，回车至宫，瑞即降诏赐毛皇后死，立郭夫人为皇后。朝臣莫敢见者。忽一日，幽州刺史吴秋简上表，报称辽东公孙渊造反，自号为燕王，改元绍汉元年，建宫殿，立公职，兴兵入寇，摇动北方。瑞大惊，集聚文武官僚，商议起兵退渊之策。正是才将土木劳中国，又见干戈起方外。未知何以御之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一空心元6回，公孙渊兵败死襄平，司马懿诈病传曹爽。第一空心106